我係 M 仔啊。隔咗幾日再出翻片，因為我發覺原來球會名宿咧已經開到去第80位啦。咁其實咧，我上次講已經係89位。我發覺如果我再唔出片嘅話咧，球會嗰邊應該係會令到我越積越多，所以今日無論如何都要出條片嚟清一清先。但係我要好多謝兩位手足，一個係 Samset City，另一位係油塘 FC 4397。我玩咗 YouTube 呢度一個星期唔夠，咁兩位巴打手足有留言俾我，留 comment 俾我講多謝，咁亦都見到你哋有 subscribe，我好多謝你哋支持我。咁希望之後開越做越好，因為其實廣東話嘅利物浦 channel 絕對唔少嘅。咁但係我自己就本住傾偈咁樣嘅心態，睇下有冇啲咩 topic 係大家冇講，或者係咩狀況底下，咁啊同大家 share 下。咁我都有聽好多前輩，即係譬如話哈利邁級啊、漫遊者英倫生活啊、利物浦股東大會啊、港人港利啊、風仔啊、李基夫啊等等等等。咁如果日後有機會嘅，可以傾下偈啦。我好想同大家交流下，大家對利物浦有咩感受咁啊？其他 topic 我或者都會同其他朋友去試一試去做呢個 channel，咁就大家多多支持啦。咁啊，首先開始嗰度先，其實前兩日咧我就過咗倫敦嘅牛津街，咁就睇咗利物浦今年喺牛津街嗰度，好似由3月開始咧就有個 Cup Store 喺嗰個位，咁我拍咗一啲 footage，咁但係咧因為自己技術嘅係我嘅能力，我嘅技術力不足，所以就需要多啲時間去剪條 vlog 出嚟。咁我見有好多師兄師姐已經係喺個網上面已經係拍咗好多嘅 vlog 關於個牛津街如何狀況，咁所以我就暫時要大家等一等，不過我就好短咁樣去講一講究竟個牛津街咩狀況啦，咁跟住再盤點翻今次球會八大名宿入面第88名去到第80名，有好多好多好特別嘅球員，甚至有一個名我係好 surprise 嘅。surprise 係點解會喺度見到佢呢？咁但係球會或者球迷揀得佢一定係有原因嘅，咁所以我都會帶埋俾大家聽。咁另外有一啲球會嘅花邊新聞啦，發生啲咩事啦，或者呢幾日啲咩特別嘢係 inspire 我噶啦，咁啊大家 share 下啦。咁啊事不宜遲，就馬上開始先。咁啊，牛津街嗰度，牛津街嗰間利物浦 Cup Store 其實最初咧，因為我上個月20號我先飛咗去利物浦嗰度，咁除咗係 Stadium 嘅 Cup Store 啦，咁同埋 Liverpool One 嗰個大型商場嘅 Cup Store，仲有隔離兩條街有一間細啲 Cup Store，我都去過，所以其實我唔會對牛津街嗰個 Cup Store 有好大嘅 expectation。我最初望落去個鋪位都唔大嘅，我諗大概半個班房咁樣嘅中學班房咁樣嘅 size。咁佢另外有條走廊都入到最底嗰度。咁啊會有今季嘅波衫啦。咁今季嘅波衫咧就即係新嘅波衫啦，26、27球季嘅。我覺得咧主場嘅波衫咧就啲人話係雪花肥油啦，咁龍門衫咧我個人覺得似抹茶沙冰嘅。咁啊呢兩件波衫咧，我強烈建議各位想買咧，記得落去鋪頭度睇一睇球員版同球迷版，尤其是係主場嘅雪花肥油。因為點解咧？其實上年個暗花我係唔滿意嘅。大家如果留意上年嘅球員版同球場版咧，球員版係有個暗花嘅波波，而球迷版係冇嘅。咁今年咧都類似嘅，就係球迷版係冇暗花，球員版有暗花。但係今年球員版個暗花咧係相對比較嚟講係比較有心思，因為佢係一個有一個 cutting 喺入面，佢係一個暗花嘅粒粒，但係個粒粒咧唔係平均咁樣滲落嚟，而佢係會有一個按住個圖案做翻一個暗花嘅 cut，所以你拎住件波衫養下養下嘅時候，咁另外龍門主場衫，我稱之為抹茶沙冰。抹茶沙冰咧，如果你就咁睇相咧，睇艾利臣同埋馬馬特雖然你影出嚟嘅相，應該而家係艾利臣嗰張相，你係會覺得咧，咦會唔會係漸變色咧？但其實原來後面你望翻 cutting 咧，佢係將淺綠色同埋深綠色做咗個拼砌，佢係冇漸變色嘅。但係因為嗰啲三角形嘅幾何圖案，復刻翻89年嗰件 Candy 主場波衫，最尾一年英甲冠軍 trophy 嗰一張相，即係杜格利樹同埋阿老樹抱住杯嗰張歷史照片，大家一定揾得到噶啦。
就係復刻翻嗰張嗰件波衫。咁佢因為個漸變色嘅效果咧，佢就會睇起即係嗰個呃咗你嘅視覺。嗰個幾何嘅白色三角形咧，就會令到嗰件抹茶沙冰係有漸變色效果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可以留意下。強烈建議，但係關於嗰個漸變色點解睇起上嚟隻色會咁有趣咧，可以大家去睇下利物浦股東大會嘅 Instagram 入面咧，佢哋係有解釋過點解呢個三角形佢哋係會做，令到睇上嚟隻色會唔同咗，甚至明條褲睇到好似唔啱色，咁其實同一隻色嘅，只不過係個視覺效果令到佢唔同。咁所以點睇都好，我覺得雪花肥油同埋抹茶沙冰咧係兩件好靚嘅衫。咁既然阿叔都走咗啦，咁啊大家係時候要印波衫啦。不過喺英國印波衫要留意一樣嘢啊，雖然最尾一場咧，其實我哋喺呢件衫係有金章嘅。即係其實最尾阿莎拿走嘅時候係金章嘅徽，因為最尾嗰場我哋仲係英超冠軍啊，衛冕冠軍，所以有金章。但係我嗰陣時喺 Cup Store 度印嘅時候咧，佢已經係俾咗普通嘅獅子章我。咁如果各位對呢件事係有執着嘅，印之前一定要問清楚，如果唔係咧就會比較麻煩啦。咁牛津街仲有另一樣嘢嘅，就係有好多沙拿嘅嘢，即係譬如話係沙拿嘅雕塑啦，有沙拿嘅相啦，of course。咁當然有名宿嘅簽名啦，有沙拿嘅 keychain 啦。咁所以沙拿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 icon。我諗未來幾年我哋都會好懷念佢。所以如果大家喺倫敦附近想趁球會仲有得賣嘅時候，真係衝過去牛津街嗰度買啦，係抵玩嘅。咁對於牛津街嗰度呢，我仲有一個 point 嘅，不過我會留翻喺今次條片最後，因為我係有一樣嘢唔明，就係希望各位嘅球迷或者如果有啲手足 brother，你哋係原來係有即係接觸過可能呢一個 project。類似嘅 project 有關嘅，可能解釋翻俾我聽係點解個狀況，但係我暫時唔係好理解到。咁牛津街呢度我暫時講到呢度先。下一樣嘢就係原來我哋係有一個名宿賽，咁就用 The Rest 嘅名義啦，就喺首爾應該係6月7號今日打嘅。咁因為最近我喺 social media 喺 Flash 或者 Instagram 都開始見到喺南韓嗰邊有唔同嘅片，就係可能有 Steven Gerrard 啊，有懷斯啊。等等嘅名宿就參與咯，即係其實就係2000年、2005年，跟住打後嗰10年嘅名宿，我見到好多喺嗰度喎，咁樣。我今日 check 一 check 啊，佢哋係打嘅巴塞隆拿名宿啦。咁但係我 check 一 check 個名單咧，係好夢幻嘅。即係如果我喺香港早啲知件事嘅話咧，我可能會俾佢引咗過去南韓，順便去旅行。嗱，佢個 first 11咧係杜迪克、Glenn Johnson、Skirtle、希比亞、卡拉雲、懷斯，唔係阿仙奴個懷斯，係重炮嘅左閘懷斯，謝拉特、拉拿拿、路易斯加西亞、古治、賴恩巴布，然後個 substitution 咧都唔弱嘅，有 Westerfield 啦、Savia 啦、貝加啦、賓納啦、基恩啦、史米沙啦，同冼拿馬彭高尼。場波應該係我睇翻新聞就話係6月7號喺首爾度踢。我唔知大家手足有冇去已經喺首爾嘅巴打啦。咁如果有嘅話，我希望你哋可以攞齊晒你哋想攞嘅簽名，因為呢個陣容係好夢幻。我諗就算響球會朵嘅名宿賽都未必請得齊咁多咁足嘅名宿。呢個機會真係難得，如果大家有啲咩分享嘅話，歡迎大家留言 comment。好，第三單嘢就係琴日英格蘭咧就喺世界盃之前嘅熱身友賽啦，就對紐西蘭。咁本身咧稻草執兵咧就揀咗啲嘅人就連阿宗師啊，甚至 TAA 都冇份嘅，所以又俾人笑利物浦英格蘭冇利物浦球員啦咁樣。咁都唔出奇嘅，其實因為衰啲講句，利物浦本身個英格蘭成分由創會開始都唔係特別高嘅，只不過我哋出一啲球星就大家中意咁解啦。咁但係咧，睇
睇翻報道咧，其實阿杜曹係揀咗三個年輕球員咧，就一齊跟操嘅。我冇記錯係曼聯嘅天堂 Haven 啦，跟住仲有阿仙奴就係借咗出去嘅因華利利，同埋我哋嘅 Rio 仔安古布克。而琴日就有樣嘢係好 surprise 我嘅，就係、對紐西蘭啫，你係熱身啊嘛，你係試賽啊嘛，杜曹係換咗阿 Rio 仔出嚟31號，咁即係話 Rio 仔佢而家已經有第一頂嘅國家隊 cap 帽，咁而雖然換人已經係 Harry Kane 入咗1-0之奠定勝局嘅呢一球之後嘅事，咁所以Rio 佢數據上佢冇入波，亦都冇助攻，但係佢嗰陣時擺咗喺個右翼嘅位置，擺咗喺右翼嘅位置都喺對方個禁區都接觸球都好似有3-4次嘅，咁同埋 touch 都非常之多，咁 create 咗一啲攻勢出嚟，咁衍生出嚟就係兩樣嘢啦，伊拉奧拿唔該望住，其實 Rio 仔可以擺右翼，咁你之後想點樣踢？Rio 個擺位係可以點樣靈活，唔一定係擺左嘅，你可以試下擺右，甚至擺中間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狀況呢？ Rio 仔嘅體格或者速度又可唔可以點樣調節呢？呢個係重點。第二個重點就係阿杜曹應該係咪有啲咩信號呢？因為你賽前熱身賽你試陣我係唔出奇嘅，但係你揾個本身唔喺名單去跟操嘅僆仔去踢賽前熱身賽，如果英軍嘅名單有咩冬瓜豆腐，係咪即係話俾我哋聽 Rio 仔係有機會咁就第一次世界盃 debut 呢？如果係嘅話，咁係一個令人意外嘅消息，亦都係一個令人振奮嘅消息。只可以話當日喺阿車路士嗰度搶青訓，搶到佢哋反晒面，唔俾以後唔俾球探入去睇青年軍，係有買即係衰啲講句都抵做嘅呢件事。咁啊，希望 Rio 仔無論如何啦，可以喺世界盃呢個跟操嘅路程又好，或者係 whatever any drama，佢可以令到世界為佢即係喺世界面前留低一啲足跡，咁大家都記得佢。好啦，真係今日嘅主菜啦，就係原來我已經積咗88到80名，即係9位名宿。因為我本身今日錄片之前咧諗住講到81嘅，點知原來出埋80，咁就不如一次過講埋。球會嘅官方投票，即係官方投票，咁就100位著名名宿。咁而家咧就開始啦啊！第88名 Sam Raybould， 其實之前有提過嘅山姆雷博爾德啊，呢、這個AI 俾我嘅 translation 啦。咁 Sam Raybould 其實佢係咩人咧？佢喺1900年至1907年，我諗大家仲各位手足都有印象嘅，就係我哋降班，然後再升列攞英乙冠軍，然後再上翻去英甲冠軍呢一個咁神奇嘅時期嚟嘅。咁佢上陣次數係226次，攻入咗130球。咁啊，攞咗2屆嘅甲組冠軍啦，1屆嘅乙組冠軍。咁佢係第一個喺利物浦嘅隊史入面，第一個入咗100球以上嘅球員。咁係20世紀初嘅利物浦嘅超級巨星。佢喺 Brighton， 但唔係白禮頓啦，佢喺一間叫做 New Brighton Tower 嘅地方加密，只係用咗164場就已經為球會射入咗第100球，咁亦都成為咗球隊歷史入面第一個射入100球嘅高產射手。咁喺1900至1901年以來咧，佢喺隊入面係最高嘅17個入球，咁啊令到 Tom Watson 咧攞得佢歷史上面第一個嘅頂級聯賽冠軍，亦都係嗰陣時嘅英甲。咁1902至03年亦都創下咗歷史嘅，就係第一個利物浦球員單季入球係30個以上。咁但係佢嘅生涯相當波折啦，因為咧原來當年佢就因為違規轉會去撲刺茅夫呢件事而被罰停賽7個月。咁啊到最後擾擾攘攘之下咧，轉會去撲刺茅夫呢件事咧就 turn down 咗添。咁期間咧因為利物浦嘅進球嘅入波嘅能力咧就缺乏啦，咁所以就不幸降班跌咗落去英乙。咁但係佢回歸咗之後咧，隨後嘅2個賽季係攻入咗
超過咗加埋30球，咁幫助球會即刻贏咗個英乙，升翻上英冠嗰年再贏英冠。咁啊，佢嘅歷史地位相當犀利嘅。咁喺1906至07年完咗佢嘅告別戰之後，以第130球嘅入球完美收官，亦都係球隊而家嘅入球榜入面排第11名。好，87位，其實係大家都記得同埋，算唔算可惜呢？就係 Philip Coutinho 古天奴。2013至2017，其實我諗大家可能成古埃及文明、古埃及文明，但係其實佢係13至17年呢一段日子嘅啫。上任咗有201次，攻入咗54球。咁佢係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啦。由2013年嘅1月喺國米加盟啦，咁佢嘅視野非常之好，喺 Anfield 入面開發出頻頻有世界波遠射，我哋所謂嘅古一招啦。咁啊，謝拉特曾經都盛讚佢係一個現象級嘅球員，可以好似識得用波嚟變魔術咁樣。佢嘅處子賽季咧就已經喺13場入面貢獻咗8個big chance 啦。咁2013至14年喺史杜力治同埋蘇亞雷斯後面擔任核心，嗰季係爭少少就可以衝擊到聯賽冠軍嘅。咁羅渣士嘅最後一個賽季啦，2014至15年啦，最後一個完整賽季啦，佢出場達到52次，喺高普底下咧，佢嘅戰術責任就進一步提升啦。遺憾只係有少少可惜嘅就係2015-16年咧就錯失咗歐霸同埋聯賽杯。咁2016-17年啦，佢斬獲咗14個入球啦，同埋9個作攻啦。Even 佢因傷係缺陣咗6個星期啦，咁幫球會翻去歐聯啦。咁2017年嘅時候，巴塞有叫過佢嘅，咁球會turn down咗個報價，但係入咗12球之後，去到2018年嘅1月5，好多事發生咗，佢最尾就轉戰西甲。我關於佢嘅古仔，我記得阿 Ryan 係有條片講古天奴嘅流星傳，可以睇一睇。我希望古天奴可以揾到一個屬於佢嘅地方，因為其實佢嘅實力絕對唔止咁少。第86位，其實啱啱提過嘅，就係2005年伊斯坦堡奇蹟入面我哋嘅龍杜迪克。2001年至2007年喺利物浦上陣咗186次，咁啊攞咗1次嘅聯賽杯啦，攞咗1次歐冠啦，攞咗足總杯啦。咁2001年嘅時候，侯利亞佢引入咗2個門將嘅，一個就係基士蘭，一個就係杜迪克，咁嚟到 Anfield。咁隨即咧佢就已經係我哋嘅正選門將嚟㗎。咁啊第一季咧淨係失咗30球嘅啫。咁啊嗰陣時好接緊啦，就英超亞軍啦。咁但係咧第二季咧就開始有一啲奇怪嘅失誤。咁啊但係咧都喺2003年嘅3月聯賽杯決賽擊敗咗曼聯，攞到全場最佳，咁又完成佢嘅自我救贖。咁啊提到佢就不得不提伊斯坦堡奇蹟啦。咁啊喺賓尼迪斯嘅麾下啦，同卡神同埋基士蘭競爭正選啦。咁2005年嘅歐聯決賽上半場 miss 咗3球，但下半場咧佢係有好多次驚險而神奇嘅撲球，包括係2連撲擋走咗舒夫真高嘅必入球，完成咗呢個史詩級嘅逆轉。喺最後互射12碼嘅階段啦，佢模仿前輩布魯斯格羅貝拉，咁就一個干擾嘅戰術，就成功撲出咗派路同埋舒夫真高嘅12碼，幫助球會捧起咗第5次嘅歐聯冠軍。咁啊幾個月之後，因為阿連拿拉爾拿嘅加盟啦，就冇咗正選2007年離隊。咁但係杜迪克咧都係非常之著名。大家可以喺 Netflix 入面有條紀錄片，就係 Unspoke 入面有講到伊斯坦堡奇蹟，入面杜迪克嘅篇幅都相當之多，咁所以可以留意一下佢當時點解會有咁樣嘅動作啦。咁而佢個互射12碼又係做得好好嘅情況底下，令到我哋個伊斯坦堡奇蹟係去到最尾，唔單止係絕平啦，即係6分鐘入面追3球啦，咁同時佢亦都擋住咗嗰陣時神級嘅 AC 米蘭嘅進攻。咁我覺得如果新嘅利迷係可以了解下杜迪克當年係有幾咁神。
好，85位就係 Philip Taylor 菲爾泰勒啊，呢位就應該係二戰左緊嘅名宿嚟嘅，佢效力年份係1936年至1954年，係相當之長。上陣嘅次數係343次，攻入咗32球。球隊嘅榮譽係一次嘅英冠。咁啊，因為嗰陣時球隊係算係一個比較沉寂嘅日子啦。1936年嘅3月咧，5000磅嘅身價咧就由布里斯托流浪、碧仙圖流浪加盟過嚟，由前鋒轉型做後衞，然後就係輾轉喺綠茵場上橫跨咗18年，包括 even 中間因為二次世界大戰而斷開咗嘅賽季。佢地標戰已經係上演咗最後1分鐘絕平。二戰之後呢，賽事重啟咧，佢喺1946至147年賽季42場波入面出咗35場，幫助利物浦事隔24年咧重奪聯賽冠軍。咁之後嘅4個賽季咧，佢每季嘅平均上場咧都唔低過30次嘅。咁甚至喺50年代嘅時候咧，被任命為隊長，曾經咧帶領球隊出戰喺球會歷史上面首個足總杯決賽，不過最後可惜就0-2輸咗俾阿仙奴。咁佢亦都係身兼多職嘅喎，因為去到 even 1954年嘅1月，以35歲高齡，各位巴打留意一下，係講緊二戰嘅時候35歲高齡啊！而家35歲你仲覺得可以當打 C 朗41歲都仲踢緊世界盃，但嗰時35歲仲要係經歷過二戰洗禮嘅球員。佢係35歲仲踢緊紅軍嘅最後一戰，喺1954年嘅1月退隊之後，係擔任教練執掌帥印3年半，之後再接棒俾 Bill Shankly，所以佢係一個承先啟後嘅重要角色。我就真係睇到呢個位就明白點解佢會大家都仲記得佢啦。Philip Taylor 好84名 Jerry Bryan 傑利拜恩。咁效力嘅時候，1957年至1969年上陣333次，攻入咗4個入球，榮譽有2屆嘅英甲、1屆嘅英乙同埋1屆嘅 FA Cup。咁佢係出名嘅鐵血左閘，本土 Scouser 出身，1955年嘅簽職業合約，2年之後就本土地標戰。1959年嘅時候 Bill Shankly 入主嘅時候，迎接咗生涯嘅轉折啦，由邊緣人變成咗往後10年紅軍不可或缺嘅鐵血左閘。咁佢係被稱為溫布萊嘅硬漢啊！1961年至62年全季全勤，幫助球隊衝出乙組，升翻上甲組，亦都攻入咗生涯2個聯賽入球入面嘅其中一個。最傳奇嘅時刻咧，就喺1965年嘅足總杯對列斯聯，開賽初期咧就不幸鎖骨折，但係嗰陣時咧係冇換人名額嘅。佢唔單止捱過90分鐘，佢仲捱過埋加時，即係總共踢咗120分鐘，係鎖骨折。60年代鎖骨折嘅情況底下，打齊咗120分鐘，送出咗關鍵助攻，幫助球隊喺2-1捧杯。1965至66年嘅賽季再次全勤奪冠，後嚟因為傷患咧，漸漸就少咗出場，最後喺1969年嘅春天就告別咗賽場。Bill Shankly 對佢係表示最高嘅敬意，話佢係最佳嘅職業典範，唔花巧、堅韌、充滿技巧，但係毫無保留，極其真誠。哇！我諗現代係唔會再有呢啲事發生，但係呢個精神係留到而家。咁呢位名宿，我只可以話佢呢個記錄，相信之後唔會再有人破到，但係佢就係因為咁樣而大家都記住佢。好，下一位，其實又係今日提過嘅人，點讀啊？弗拉迪美史密沙就叫翻史密沙，佢個 first name 我唔識讀，sorry。效力年期1999年至2005年，上陣184次，攻入咗19球。
球隊榮譽兩次聯賽杯，一次 FA 級，一次歐洲足協杯同埋一次嘅歐聯冠軍。呢、個神奇嘅捷克人1999年由朗斯加盟，雖然最初因為傷病同埋狀態起伏咧，令到佢嘅紅軍生涯係斷斷續續嘅，但係極高嘅入球嗅覺同埋創造力咧，足以係作為正選或者後備騎兵建功。譬如話係2000年至2001年嘅時候，三冠王嘅賽季，佢出戰咗49場。咁啊喺紅有個經典寫就係紅軍生涯呢19個入球入面咧，包括有對陣車路士嘅時候第90分鐘凌空抽射絕殺啦，同埋有2003年隨隊去加迪隨隊喺卡迪夫咧擊敗咗嗰陣時嘅曼聯取得嘅聯賽杯冠軍。咁同時咧，佢都係個我哋好熟悉嘅決賽救世主啦，又係要講翻2005年嘅伊斯坦堡奇蹟，賓尼迪斯帶嘅嗰屆咧，其實史米沙咧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因傷缺陣嘅。咁啊，但係最關鍵嘅伊斯坦堡歐聯決賽上面咧，臨危受命咁就替補阿基維爾咁啊換出嚟啦。咁下半場嘅時候接應傳球攻入咗一個遠射，追至2-3，然後喺互射12碼嘅時候冷靜射入咗關鍵嘅12碼，最後親吻球會嘅會徽，作為喺利物浦嘅完美謝幕啦。好，下一位，其實我就識佢嘅。其實呢一位咧，我最初睇個名嘅時候咧，第一眼我係唔記得嘅。後嚟咧，我撈一撈咧，其實我一定係聽過，但係其實我係未試過喺利物浦嘅 channel 聽過佢。俾你估下，傳奇隊長變成蘇格蘭嘅曼聯傳奇教頭，冇錯，不樹比 Matt Busby 馬特不樹比。1936年至1939年效力咗3年，上陣咗122次，攻入咗3球。佢嘅歷史地位除咗係曼聯嘅著名教頭啦，即係將曼聯帶去第一個頂峰嘅人之外，亦都係利物浦歷史上面一個關鍵嘅人物。嗱，呢個真係要大家同我一齊聽一聽，因為其實大家選佢咧，我懷疑係有曼聯嘅票落去，但係我後嚟睇翻嘅時候，大家記得佢唔係有原因嘅。佢生涯初期嘅時候咧係做前鋒啦，後嚟就變 halfback 啦。呢個咁憑住卓越嘅技術同天賦同埋控球能力咧，受到廣泛嘅讚譽。嗰陣時被稱之為世界全國喺呢個位置上面最優秀嘅球員之一。咁喺1936年嘅春天咧，利物浦以當時嘅高價8000英鎊嘅轉會費咧，從曼城買佢翻嚟。咁啊，視為長期發展嘅核心嘅。嗰陣時嘅利物浦回聲部即係 Echo，同年就盛讚呢位蘇格蘭球員係球壇公認最細膩、經驗最老練嘅傳球大師。咁其後嘅3年咧喺利物浦咧嘅發揮就非常穩定，但係佢30歲嘅時候，因為第二世界大戰爆發，咁就被逼提早完結咗佢嘅球員生涯。其實1945年戰爭結束咗之後，賽事重開啦，本身係有望留隊成為利物浦嘅助教嘅，咁但係輾轉之間佢就過咗去曼聯。咁啊，雖然佢執教嘅偉大成就其實就喺 Anfield 以外嘅地方度完成嘅，咁但係其實呢，原來當時嘅利物浦球迷係好感謝佢嘅，因為佢慧眼識英雄啦，向球會極力推薦咗Bill Liddle 啦，即係Billy Liddle 比利利德爾啊。咁佢嘅影響力係非常之深遠嘅。1966年嗱，大家要留意下嗰陣時係1966年，即係換言之，其實佢已經係喺曼聯嗰度打響咗名堂。但係 COP 嘅官方報導啦，係舉辦咗一個球員投票，不樹比佢入咗嗰陣時嘅 historical best 11，即係歷史最佳11人之外，讀者投票係認為佢係呢一隊11人嘅隊長。咁所以我諗要持平一啲，真係抽離一下嗰啲乜嘢 rivalry 啊嗰啲嘢抽一抽，就係、是、原來今時今刻佢排喺呢個投票都有82名。我諗喺一啲年資比較大，即係上咗年紀嘅球迷眼中，佢嗰3年嘅貢獻係非常之大，甚至係有一種失諸交臂嘅感覺。咦？如果當年佢冇
佢成功喺利物浦嗰度執教而冇去到曼聯，咁英國球壇會係發生過乜嘢事呢？咁呢一點係我諗大家會有一個懸念喺度，同埋如果不樹比會喺度出現，咁即係往後嘅片我可能有機會都不得不要講到米高奧雲同埋亞歷山大阿諾。咁但係佢哋都係喺球隊入面係好重要嘅一員嚟嘅。咁啊，講完曼聯嘅名宿啦，講一個我好中意嘅球員。呢個呢，我上次喺巴塞隆旅行嘅時候呢，一間舊波衫鋪呢，我見到佢，我本身諗住買一件就算嘅啦，見到佢之後大出血，即刻買。嗰陣時百幾歐啫，同買件新波衫一樣。佢係我哋邊路18號飛翔嘅荷蘭人，古字多美好嘅年代啊！邊度有一個18號嘅荷蘭人？效力時期2006年至2012年，上場咗285次，攻入咗71球，幫球會攞到嘅榮譽係2012年嘅聯賽杯冠軍。香港嘅球迷應該會記得㗎啦，以前喺高登啊或者係利迷論壇啊，都會話佢係一個新界牛，出名係咩啊？驚人嘅工作投入度，即係勤力同埋大賽嘅關鍵入球能力，大家都好掛住佢，就係 miss 咗啊！second point 又有佢喎，跟住佢會入到波啊，就係咁樣。喺決賽啊、同市打比啊或者歐洲賽關鍵時刻咧，都屢見奇功嘅，包括佢2006年由飛燕諾加盟嘅時候咧，已經以主力前鋒嘅身份咧入咗14個波，隨後就就帶領球會去歐聯決賽嗰陣時2006年，可惜喺雅典咧就不敵 AC 米蘭啦，就冇辦法衛冕冠軍啦。咁但係咧佢都攻入咗一球嘅。除此之外咧，佢半準決賽嘅時候對車路士咧，亦都射入咗奠定勝局嘅 penalty 12碼。咁賓尼迪斯後嚟將佢移去右翼啦。咁但係咧佢都堅持繼續付出啦。咁喺右路嗰邊咧就保持住唔錯嘅拼搏精神同埋效率嘅。咁佢2007年咧喺墨西塞特打比入面咧入咗2個 penalty，其中第二個咧仲要係絕殺。咁啊喺葛迪遜公園贏咗愛華頓。咁佢嘅輸出係非常之穩定嘅。2008年至9年，即係利物浦嗰陣時就阿賓尼迪斯麾下嘅攞英超亞軍嗰一次啦，攻入咗15球。2年之後嘅賽季再次試過單季入15球。咁喺2011年3月嗰一場嘅對住曼聯嘅絕殺係一個好特別嘅好特別嘅比賽，就係佢對曼聯配合住蘇亞雷斯啦，係上演咗帽子戲法，入咗3個入球。而呢3個入球最神奇嘅位就係3個入球加埋距離門線加埋啊，係8.54碼，換言之係加埋係唔夠一個12碼嘅。亦即係其實每個波好多都係 second point。我記得有一球係蘇亞雷斯爆底傳翻出嚟，其實應該係半傳半射，因為流緊去網側，Coast 衝上嚟就入咗去噶啦。咁當然如果 Coast 唔衝上嚟嘅話，應該係蘇亞雷斯入波，但係 Coast 衝咗上嚟，咁證明咗阿 Coast 佢本身係只要有機會佢就會向前衝。去到2011至12年呢個賽季，雖然佢失去咗絕對嘅正選位置啦，但係作為後備咧，佢都發揮咗好強大嘅影響力。喺對卡迪夫城嘅聯賽杯決賽啦，喺加時入面108分鐘頂住壓力射入咗關鍵嘅入波，然後到最後喺互射12碼嘅時候冷靜射入，奪得咗喺紅軍生涯唯一一個獎杯。我覺得佢就算而家擺落去，即係可能數值上唔失，即係數值上可能比唔到而家，但係佢對於球迷嘅份量係好足嘅，就係你要搏咯，任何場波都唔可以認輸，你一定要搏咗先咯。所以我希望如果係有再一個18號嘅荷蘭人踢利物浦，佢似古字多啲。好，80位，亦都係一個佢覺得今日我要改一份稿啊。Ray Houghton，羅伊侯頓，咁啊，佢嘅
效力年份係1987年至1992年，上陣次數係202次，攻入咗38球。咁啊，幫球會攞咗87、88賽季同埋899年賽季兩屆嘅英甲，同埋兩屆嘅 FA 級，分別係1989年同埋1992年。咁啊，稱之為係黃金一代啦。就1987年10月從牛津聯加盟，咁然後就喺杜格利殊嘅麾下，同John Aldridge，仲有 John Barnes 拜恩斯，仲有 Peter Beardsley 比士利，組成咗震懾英倫嘅攻擊線，係利物浦歷史上其中一個最被尊崇嘅球隊核心成員之一。佢1987至88賽季嘅地標戰咧，都即係嘅地標賽季咧，都好令人深刻嘅。就係喺聯賽上陣28場攻入5球，幫助紅軍以90分，再加埋得失球差63。嗰陣時大家未必知，即係而家球迷未必知啊。90分嗰陣時個分數好高噶，因為咧嗰陣時未到英超之前咧，贏波係2分嘅咋。而家贏波係3分，但係以前係贏波係2分嘅咋。所以你90分咧係同而家你攞百幾分攞英超係差唔多咁誇張。咁同埋得失球差係正63球，踢出咗喺 Anfield 最精彩嘅賽季之一。咁包括喺季尾5-0贏諾定咸森林呢一場波咧，俾人稱之為比巴西隊更加出色。咁而侯頓咧就喺嗰場波入面咧射入第一個入球嘅。咁佢係一個鐵人嘅表現啦。咁啊都因為佢效力嘅年份都不得不提下希斯堡慘劇，即係1989年嘅希斯堡慘劇。咁佢全季其實就只係缺席咗一場比賽。咁啊，我諗大家都知道希斯堡慘劇之後啦，成個球場嘅氣氛係好差。呢個可以大家睇下 Amazon Prime 裏面有一個 documentary 係講杜格利殊嘅，因為講杜格利殊就一定會提希斯堡嘅啦。咁入面係有提到嗰個賽季究竟希斯堡呢件事對於成個城市、成個球會係代表住啲乜嘢。咁但係嗰年嘅利物浦可以話係以 performance 以專注去回應球員嘅支持咯。因為如果你睇當年嘅數據嚟講，係足總杯贏咗愛華頓啦，咁加時贏3-2啦，咁然後嗰年89年，我哋都係後上贏到個英甲啦。咁啊，隨後嘅一季嘅89至90年啦，因為因傷啦，就限制咗出場啦。其後咧，阿侯頓咧仍然為利物浦贏得歷史上第18座嘅頂級聯賽冠軍。傷愈之後嗰2年咧，仍重新成為絕對嘅主力，連續2個賽季個人嘅入球都達到都達到雙位數。然後1992年嘅足總杯啦，以2-0贏新特蘭奪冠啦。喺佢紅軍生涯入面咧，獲得第2個 FA 級。咁啊，1992年嘅時候，成呢位愛爾蘭嘅國腳咧喺墨西塞特郡5年嘅生涯咧就完美謝幕。隨後領隊就由桑拿士接任。咁呢個夏天有啲意外咁嘅狀況底下咧，侯頓就俾球會賣咗過去阿士東維拉。啱啱講起希斯堡啦，其實有一樣嘢就係啱啱之前喺關於牛津街嗰一間 Liverpool Pop-up Shop 入面有一樣嘢係令到我不解嘅，所以各位巴打各位手足，如果你哋有相關經驗，即係譬如話，如果香港 Pop-up Shop 有冇或者其他嘅 Cup Shop 你係見到嘅，你話翻俾我聽，可能係我大驚小怪，或者係我唔中意。我入到去牛津街個 job 嘅時候，我有望 Dedeker， 咁當然 Champions Wall 就梗係會有噶啦。名宿嘅簽名區嗰啲位或者 printing， 我都覺得唔詫異嘅，隊徽都有，但係入面有塊板係希斯堡慘劇97位死難者嘅名，嗰塊板係所有死難者都寫喺度。我嗰下有少少覺得，咦？點解會喺度呢？即係我明白佢係對於球會歷史係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但係 Cup Shop 呢，點講都係一個賺錢嘅地方。
希斯堡對我嚟講係好震撼，因為誒、呃作為利物浦球迷，點都會了解下球會歷史，因為利物浦係一個歷史感好沉重嘅球會嚟嘅。我之後講嘅話，可能會有少少沉重啦，咁但係我希望各位巴打手足係唔介意聽埋落去。我唔係好接受到 Cup Store 有希斯堡死難者名單，even 佢寫 Never Forget，我唔係好接受呢樣。我去 Anfield 4、5次，我每次去到我都會走落去。咁當然早達發生咗之後，我喺嗰個壇嘅對斜角少少有兩棵樹係大家會有 even 到而家都仲會有鮮花有頸巾去掛念早達。咁希斯堡個壇都喺度，好多球會包括歐洲嘅球會嚟作客，佢哋都會嚟獻花。呢個係我哋共同嘅傷痕。即係 even 我作為一個香港球迷，其實希斯堡唔對我冇切膚之痛嘅。但係你想象下件事對於個球會、對於個城市係發生咩事？就係、哇嗰陣時對波好勁嘅喎，我終於撲到張飛啦！我記得嗰陣時希斯堡有個古仔，即係有單嘢係我都好 touching 嘅，就係話有人因為俾咗張飛個 friend，結果希斯堡發生咗事，佢好自責。而家如果利物浦有歐聯賽事搶飛都係好難搶，我諗大家明嗰種感覺。如果你係幫人搶到張飛，你幫你嘅朋友搶到張飛，然後結果佢喺嗰度出咗事，你係會幾咁難過？我諗新嘅球迷大家未必記得，利物浦唔係我哋球會隊徽嘅全部。我哋球會隊徽除咗利物浦之外，仲有個盾徽，盾徽上面有 Bill Shankly Gate 嗰個花紋，亦都係上年 Pre-match 嗰個花紋，即係 Pre-match 嗰件暗紅色波衫嗰個暗花，我嗰個我好中意，所以上個月喺 Cup Store 見到佢 cost down 嘅時候即刻買。個盾徽隔離有兩團火，一個係希素嘅 disaster，另一個就係希斯堡嘅 disaster。我希望球會唔好俾人覺得我哋消費咗㗎啦。嗰兩團火，我作為利物浦球迷，我係會 bear in mind 記住自己呢兩團火。希數呢團火係話俾自己聽，一定要 well behave。英國嘅足球球迷以前係好嚴重，因為尤其是利物浦呢啲地方嗰陣時喺成個經濟發展好似放棄咗佢咁樣，因為美洲即係自從英國嘅製造業已經下降嘅時候，利物浦對於已經冇咗去美洲嘅運輸噶啦嘛，咁更加唔好計咩密西塞特，即係唔好計咩 Manchester 起咗條運河，搞到利物浦冇得過河濕腳，啲碼頭工人又冇得做，啲生意佬又冇得做，咁所以有足球流氓問題，大家冇嘢玩，冇嘢發泄就去睇波，咁但係希數慘劇，我相信大家要記住就係要 well behave yourself。你一定要堂堂正正，做錯咗嘅事要承擔。呢個係希數嘅慘劇。希斯堡就係我哋唔可以俾人屈嘅。如果做錯咗嘅嘢要承擔，但係唔可以俾人將，尤其是唔可以俾公權力將一啲不公嘅事硬食。無論幾多年之後，我哋都要攞翻個公道。呢個就係希斯堡帶俾作為一個唔係利物浦成長嘅利物浦球迷嘅我嘅一個重要嘅啟示。所以喺我心目中，我無論你咩而家啲 designer，我覺得啲會徽簡化會容易啲做乜乜，唔好意思，今時今日去到 Anfield 個會章都唔係一隻利物浦咁簡單，係一個盾徽，隔離有兩團火，呢兩條火係一直要燒住，一直要記住佢個 meaning。我哋係要記住個 meaning，而唔係記住嗰97位，即係唔係要拎佢咁樣用。我哋 never forget 97
係因為我哋知道97對我哋嚟講係我哋嘅手足、我哋嘅兄弟、我哋嘅家人、我哋嘅朋友，而呢個家人朋友佢可以係支持另一隊嘅。喺利物浦一個家庭入面，一邊捧藍色，一邊捧紅色，絕對係一件好常見嘅事。但係我哋係兄弟，我哋手足喺大是大非面前，有啲嘢係唔可以笑。人哋嘅悲劇我哋唔可以笑，而我哋有事發生嘅時候，人哋係會施予援手。呢一樣嘢我 appreciate。even 所謂嘅乜嘢死敵，你憎佢買你球員又好，唔知邊個叛徒轉咗會都好，冇人會攞97嚟開玩笑。我希望球會係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可以，即係真係 never forget 佢哋，知道佢哋嘅 meaning，而唔係當佢個 decker。因為我好 surprise，我去幾個 club store，我冇乜印象見過97嗰個壇會喺間 club store 入面存在，但係喺牛津街呢一度，我係會見到佢。咁我都俾好多諗法，自己會唔會呢個其實係對當陣時保守黨政府一個無聲抗議，就擺喺你最強嘅即係全英國最賺錢嘅商業街，就話俾你聽呢件事，就係因為嗰陣時你無視我哋，然後嗰陣時嘅警察點衰點衰，你會唔會就係擺出嚟俾佢哋睇？但係我希望球會唔係當呢一件事係一個文化 icon，唔好消費佢。唔好消費悲劇，唔好消費悲劇。如果球會，或者可能 for example，可能有啲手足 brother 係有接觸過球會嘅，或者係譬如話可能喺海外嘅 store 有份幫手玩，你話俾我聽，原來球會唔係咁樣諗嘅，而係佢希望以一個我可以話係即係嗰種叫做善意嘅良政善治嗰種咁嘅方針，而擺佢喺牛津街呢一個 souvenir shop 呢個 pop store，咁我會容易啲釋懷啲。但係佢唔係 Champions War 嗰個場，唔係 Champions War，我哋會對佢有悼念，我哋對佢有記掛，佢牽動住我哋嘅情緒。即係我嗰陣時希斯堡呢間嘢呢件事發生嘅時候，我未出世，但係我係好感動嘅，就係當救護車駛入去球場嘅時候，啲人係拆咗廣告板出嚟當擔架。啱啱講過杜格利殊嗰個喺 Amazon Prime 嗰條個 documentary，大家可以睇一睇。成個 Anfield 嗰陣時係未仲係啲看台翻新之前嘅 Anfield，每一條欄杆都係綁咗頸巾。佢哋係一直陪住我哋睇住利物浦點樣去踢波。咁所以，誒，我之前去咗牛津街呢度，我望到我係覺得，我希望球會唔係以消費佢哋嘅立場，我希望球會嘅 designer 唔係當佢哋係一個文化符號，即係唔會有人，即係我哋頸後面嗰個唔係一個 logo 嚟嘅，嗰個係一個信念嚟嘅。兩團火再埋加埋97係一個信念嚟，一個堅持，一個對正義嘅堅持，一個對自己嘅要求。我哋唔需要第三團火，我哋要竭盡所能避免第三團火喺我哋球隊歷史入面發生。記住呢兩團火，never happen again。咁我希望球會係本住好嘅用意，擺佢喺牛津街呢一間 pop store。呢個係我今日有少少，即係可能有感而發啦。但係我呢兩日我都，咦，真係覺得，佢喺度係需要一啲，即係呢件事係應該 take it more serious instead of 當佢個 decker。我唔想佢係一個 decker。我覺得任何將97當係一個 decker 都係一件好冒犯嘅事。而當你擺咗喺一間鋪入面，而一間鋪係佢又唔係一個 museum 喎，即係如果佢係一個 museum，應該或者咁講，even stadium museum 都唔係咁樣處理，而你擺咗落去嘅時候，究竟又係咩用意呢？咁如果大家有唔同嘅諗法，可以 share。
留翻個 comment 俾我，因為今集我諗我會有少少上頭。咁但係呢個 channel 我好開心，就係我見到多咗人睇，一個新開嘅 channel，新講嘅。咁希望大家支持啦，comment 啦，like 啦。其實最重要係 comments，因為無論做得好唔好，我都想知。因為廣東話嘅利物浦 channel 其實有好多，我啱啱一開波嘅時候都講咗一啲師兄師姐嘅名，咁仲有啲更加多嘅，即係譬如利舞台啊，講人講利啊，甚至睇嘢我都記得都有條線係專講利物浦。咁希望有啲機會大家交流下。開季順利，同埋我至少會做埋呢100個名宿。我希望之後我可以戳翻開佢，同埋講得好啲，因為利物浦係一個好有歷史嘅球會，咁而每個球員佢既然有人記得嘅話，就應該要提翻出嚟。所以我最令我點解會開呢個 channel 就係，咦我發覺，暫時冇人講喎，大家都覺得好似係你唔講佢就係百幾年前一個名，咁但係佢係一個鮮活嘅人，佢係一個球員，佢為你帶過榮耀。我哋成日話20次頂級聯賽冠軍好犀利，好犀利。咁第一個咧，第二個咧，第三個咧，喂，原來第三個係 miss，即係降班再升上嚟，好似李斯特城咁樣嘅喎。原來有啲故仔，我想廣東話嘅你咪大家都知，即係唔係話 J 歷史，但係有個知字咯，咁大家開心。我覺得其實好得意，又講多咗添。利物浦當地有好多 quiz book，即係話俾你聽，喂，1970幾年好似百萬富翁，1970幾年嗰個 FA 級究竟射入奠定勝局嘅一球係邊個咧？咁仲足金喉咁樣。咁我覺得呢啲係得意嘅歷史。可能暫時冇乜人講嘅嘢，我就會試下揾多啲呢橛。因為如果講球會消息、講球會新聞、講戰術分析，好多好多前輩做得比我好，但係我想喺呢一方面試一試。如果大家覺得有趣喎，想聽多啲喎，咁我就向呢個方面再轉下。賽季開始嘅時候，我可能會試下有啲賽後嘅感想啦。但係我講明我唔會複述翻場波講乜㗎啦，因為我相信大家係會有睇波嘅。咁如果係要睇場波講咗啲即係發生過咩事嘅話，我諗其他前輩會講得更加好。咁但係賽後感受啊，或者係球會發展啊，嗰啲之後再講多啲啦。咁今條片好長㗎啦，咁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